婚姻斗南的将军里有一个做木屐的业者，除了依照着传统生产经典的木屐的款式，嘛配合着现代人的口味，做较流行的木屐，希望让更较侪人了解到木屐的好，保留着传统的工艺。木屐咧行路的声音和外形是真侪人介意伊的原因。斗南镇内就有一位做木屐的业者陈英国，自爸爸迄代就开始做代工生产木屐。木屐刚好也是我退伍的时候，那段时间比较盛行穿木屐。因为早期的木屐它比较传统，后来就把它改成比较现代一点的。陈英国除了将木屐做创新改良，加入现代化的元素，让民众穿起来会使更较舒适。伊嘛想要将这份工艺做传承，却拄到无人愿意学的困境。有一些人足弓他可能比较吃力，但是他足弓撑起来的时候，走路就会比较省力，而且比较不会感到疲惫啦。这个木头跟鞋面它不怕水，所以它会在可能会碰到水的地方穿这个。对啊，现在就是这种木屐，现在我们也没有生产的，这可能是我工厂里面的最后一双。这个编织的工艺应该快失传了。这个木屐主要销往全台观光区，若有兴趣的民众会使直接来到伊的店来看看，感受工艺之美。